终于长得比你高了。我在做我喜欢的动画，还遇见了真心喜欢的女孩。多亏有她，我的症状才慢慢变好。我也会像你希望的那样，活得更好，更快乐。哥，你会为我加油的吧？你干嘛？一个人睡不着。那你以前怎么睡的？那不是两个人睡习惯了吗？明天还要开股东大会呢，赶紧回去好好睡觉。我现在一想到陆子明，我就喘不上气，头还有点疼。现在还疼吗？这儿还有点。这儿也有点。还有这儿。我现在需要补充点氧气。顾总，你们聊工作就行，当我不存在。汇报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陆子明这次带了很多人过来，会议室里都是人。你需不需要我带你上场？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这次的汇报对杏林湖可以说是生死攸关，你真的不用我帮忙吗？把文件和讲稿给我吧。哎，等等。把这个带上。这是什么？送你的秘密武器，带上它，你绝对可以秒杀他们。